经过一礼拜的赶工，位伫南区商业娱乐中心甲清华体育公园两座主题基金会关前的组合屋筛检站，上午正式完成。由主题基金会花莲总会执行长严博文透过视讯连线的方式，关正予台南市政府，由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请执行长接感谢状。好的，感恩谢谢我们的这个结缘品顺利的从这个空中善用科技的来接获到双方的这样子一个祝福。组合屋的筛检站占地大约30坪，民众只要摕着健保卡来插卡，就会领出筛检棒甲试管。伫外面透过组合屋的隔离，就会用完全采检甲化验，而且内面阁是镇压的环境，有空调的设备。采检人员完全袂去接触到受检人员，因此会用的毋免穿隔离衣。一天的量能大约会用达到300至500人。我们这个虽然是组合屋的筛检站，但是我们里面的设备是针对防疫人员，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保护，因为里面我们是采正压的环境，所以外面的脏空气它不会跑进去，所以在里面做采检的人员，他们本身就不必再穿所谓的隔离衣，就不会，然后在里面又有冷气，所以会是一个很舒适的工作环境。对这些检疫人员，除了对他们的保护以外，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很愉快的心情来执行这个任务。那卫生所的话，因为它受限于环境跟设施，所以它大约只有1组人员可以在这里来运作。但是我们实际给我们这个筛检站，实际上我们有准备是要把它转成是一个大型的筛检站。但是因为我们这有3组，可以同时有3组的医师、3组的检验人员，可以马上来这里执行所有的快筛检验。所以我们有预计，就是在这一次的端午佳节有3天的连假，我们北部要返回南部的民众，我们也安排要来这里做检验。这里的量能可以相当大，我想一天至少可以超过200-300人以上。只要是流程做得很顺畅的话，可能也可以再超过了，因为有3组人员，他马上采完，马上这里检验的话，事实上它的效能会很快。面对这次端午连假，虽然政府呼吁爱家乡就尽量留伫个原地，避免人员甲病毒的流动。不过，针对这间的铁路甲高铁公路的订票，转来台南大约有3000人定位。市长呼吁，如果一定要转来，嘛要做好筛检。伊相信台南的筛检的量一定有够。端午节估计有3000个人，3000多个人会从北部，至少了会有从北部南返。那因为不加上自行开车的话，至少大众搭乘台铁、高铁跟国道客运至少有3000多个人。那这3000多个人，如果依照这个新北的，如果通通3000多个人来筛检的话，那依照双北的部分筛检起来，可能搞不好就有1%嘛的确诊率嘛。那如果是这样筛检起来，搞不好就有30个人会找出30个确诊者。那这阻断了30个传染链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当然最高原则是希望说大家不见得就需要在这个时候来返乡，因为在南部的阿公阿嬷、老爸爸、老妈妈，其实年纪都大了，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自己如果是健康的，那可能在大众运输工具上可能被传染变成无症状的感染者也不一定。所以呼吁最高的指导原则是在这个时候在原地过节就好。但是如果真的不得不回来故乡的话，那也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筛检的功能、筛检站的功能来做筛检。我想对个人、对家人、对社会都是好事一件。主席基金会表示，目前全台协助10个县市，总共设立24座的筛检站。目前已经完成的有18座，未来如果各县市有需要，基金会嘛将开放净思堂来作为疫苗的施打站。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